叶红影，我今天让你血债血偿。要报仇，你找错人了。明刀明剑的，的确不是你的对手，但论暗器，你就差一点。卑鄙！对付你这种丧尽天良的狗贼，今天我就卑鄙一个。冬青，他已经被我的银针封住了穴道，你赶紧杀了他，给你爹报仇。杀父之仇不共戴天，今天你有这个下场，完全是你罪有应得。我自无愧于天地，杀了我，若能泄你心头之恨，尽快动手吧。你别以为我会心慈手软。姐姐，你别杀英雄哥哥，他是好人。他是好人，他杀了你爷爷，你居然还说他是好人？他不是害死我爷爷的凶手，我认得。英雄哥哥还救过我呢。英雄哥哥，你快告诉姐姐，你不是害死他爹的凶手。我没必要再回答一次。如果你真不是害死我爹的凶手，那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谁才是真凶？能说的我都说了。冬青姑娘，依我看，这个狗贼还真不像杀你爹的凶手。如果你这一剑要下去，就有可能真的找不到杀你爹的凶手了。要不这样吧，花阿姨，你不是最懂得拿酷刑逼问人的吗？我？姐姐想知道害死他爹的凶手是谁，我们可以把英雄哥哥抓回醉月楼，慢慢的逼问呢。什么呀？你这是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我抓他回去，那我还得养他呀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哎呀，哎呀没事。哎，马少飞，你干嘛呀？你别弄伤了英雄哥哥。你吓死我了！你至于的吗你？伺候你这小少爷我还不够，你又勾动一大老爷。你看。行了，任怨，你别拿他当大爷伺候了。叶红影，只要你一天不肯说实话，我们就绝不会让你活着离开这儿。花姨，莺燕燕说已经找到那间了，是不是江郎？嗯。那他人呢？让他给杀了。什么？你我杀了你，给兄弟报仇！慢着，事情还没有弄清楚，不能随便杀人，不得放肆。石破天，叶红影，你这个恶贯满盈的，总算也有今天。恶贯满盈的人是你们，燕云13英。什么？燕云13英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真恨当初没有杀了你，为民除害。没想到，像你们这些丧尽天良的恶贼，居然现在也能食朝廷俸禄，成为袁崇焕的部下。那群恶贼啊，现在成了袁将军的手下。就是站在你面前的什么13铁骑。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说的？因为他背上青面獠牙的罗刹刺青就是最好的印证。背上有青面獠牙的刺青，我想起来了。你想起什么了？背上有青面獠牙的刺青。石破天，上次我给你洗澡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你背上有青面獠牙的刺青，当时我还纳闷，以为是你爹的画像，我还琢磨你爹怎么这么不上相。什么？石破天，你……没错，我跟我这些兄弟，确实就是当年江湖上恶名昭彰的江洋大盗燕云13英。不过，自我们从军开始，我们兄弟们就对皇天厚土发下重誓，洗心革面，弃暗投明。参见元
将军。免礼。石破天，本将念你们燕云13英诚心悔改，愿意从军行伍，报效朝廷，故特赦你们以往的种种劣行。今日起，封你石破天为随军参将，其他12人为阵前先锋，望你们好自为之。谢将军。之后，我13兄弟保国为民，屡建战功，为的就是要赎罪。希望各位能够相信。我不信。哎，行了，管你们谁信谁不信的。总之，这狗贼被关在这里的事儿，绝对不能对外人透露任何一个字。花姨，我不懂，既然那个内奸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你不让石破天他们把人员带到辽东去呢？直觉吧，我的直觉告诉我，这石破天才是真正的内奸。听了叶红影的话之后，我更相信我的直觉是对的。你相信他说的话？俗话说得好，狼行天下吃肉，狗走天涯吃屎。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这狗啊是改不了吃屎的。既然石破天他们以前是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，就是他们再有诚意想改，也去不掉骨子里那个匪气。可是我认为，叶红影他这么做，只是想引开我们的注意力。他这个狗贼，我见到他就想将他千刀万剐。你恨他是一回事，要知道，我可是过来人啊，我看得可清楚了。其实你心里对他多少还是放不下。我没有。你没有？哎，那最好了。那现在他被咱们给抓住了，总这么关着肯定不行。这世上又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消息要是传出去啊，咱们肯定都玩完了。哎，不如这样吧，你去把他一刀给杀了，一了百了。我舍不得了吧？不，我只是想问清楚他，到底谁才是我的杀父仇人？唉，好吧，反正你心里怎么想，我也管不了。哎呦，真是的！我现在心里最烦的就是这叶红影的事儿该怎么善后。这放虎归山肯定是不行，杀了他你又舍不得，总关着吧还浪费粮食。哎，你说我当时干嘛要封住他的穴道啊？还不如当初咔嚓一刀把他杀了也就算了。唉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被困死在这儿，必须赶紧设法解开身上的穴道。强行冲开被封住的穴道，只怕会伤及筋骨，走火入魔。我答应过杨伯伯照顾冬青。心狠手辣，若继续留在醉月楼，只怕对冬青不利。我必须设法让冬青看清楚石破天的真面目。哎，我说小少爷，你待会儿再把胳膊甩出去，别练了，行不行啊？咱们现在是女人，女人要端庄一些，端庄。女人是不能练剑的，容易被人说成是贱人。小贱人，你看，你看，我给你找的一个布娃娃多好看，看看。想逼我玩娃娃，得先问问我的剑。干嘛呀？你要杀人呀？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。哎呀，这孩子跟谁学的？说话阴阳怪气的。你不……哎，我刚发现，这孩子没有把床单穿出来，我一天洗8次。
这床单干什么的？你不知道吗？睡觉用的，知不知道？再不听话揍你！虽然我不敢揍，听话。我不听话。如果你不答应我救英雄哥哥的话，我再也不听你的话了。我不听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行不行啊？我就奇怪，鹰角人的死活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当然关我的事了，他是我的朋友。我长大以后就要像他那么威风。天哪！拜托你换个人行不行？你爷要是知道你非要学他，以后要当他那样的人，非气得从棺材里蹦出来不可。那是条走狗，跟谁学不好，非要跟他学，以后不许学他。那马上飞，你说我该学谁啊？你想知道吗？想。蹲下，看我。哎，如此仰视一见，是不是觉得我与众不同啊？你就学我吧。你说我容易吗？我作为一个厨子，我抛家舍业四处流浪，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罪没受过。为了女人的尊严，我还放弃了做男人的尊严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我都开始佩服我自己。你就向我学好了。切，谁学你啊？要学呀，我就学英雄哥哥那样。我最后问你一次，你答不答应帮我？要不然，我就让你一辈子洗不干净那被单。我踩！小少爷，哎，我踩！别！你答应帮我了？别停，继续踩，给你踩成布条踩好。踩吧，小样！马上飞！你太坏了！我让你一辈子都当厨子，下辈子也当厨子，永远都是厨子。英雄哥哥，是你？英雄哥哥，我知道你的穴道被花姨的银针给封住了，是不是我把银针拔出来，你就能动了？住手！你若是拔出银针，我必死无疑。必死无疑？那我该怎么办呀？我真的不想看到你这样。这不关你事，你走开。怎么不关我的事啊？我们是朋友。我从来没有朋友，你我也不可能成为朋友。不管你承认不承认，我是你的朋友，因为你救过我，所以我就认定你是我的朋友。石破天一定是冬青他们想找的内奸，我可以利用这个孩子，让石破天现出原形。英雄哥哥，你等着，我去找马上飞，他会玉你拈花手，一定能帮你解开穴道的。你等着。等等，一会儿会有坏人要杀冬青姑娘和花姨，你想不想救他们？我想啊，我当然想了。英雄哥哥，你快告诉我，是谁想杀我姐姐和花姨？你想知道是谁，只有靠你才能把他们引出来。靠我？我还那么小，又不会武功，我怎么救他们呀？你过来，我教你。